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大家平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往前坐。如果你不习惯，你就坐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手机检查一下手机，我们转成震动的，或是关机。我们希望你等一下礼拜结束后记得开哦，不然别人找你都找不到。我有时候会关机，然后就忘记开，很多人打电话给我，我都接不到。但是我们预备心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聚集在主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全心全人来仰望你，将我们刚才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放在旁边，让我们单单的等候你。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来倾听主你的话语。愿神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恳求你预备我们全心全人来参与在敬拜的里面。求主你圣灵的大能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台湾神学院来代祷，也为院长今天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主求你高抹他的口，使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一起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求主耶稣你保守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来领受。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在你面前，乃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把这首歌当作我们对神的宣告。神，阿们吗？我们要对神来宣告，这首歌是我们的宣告，继续拍手。星星看见，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复兴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神有的神，盼望
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在我们一切任何困难的时候，主都与我们同在。阿门。阿门。虽然道路崎岖，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牵起我们的手，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来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宣告，耶稣你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让我们这时候一起开口来欢呼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耶稣，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主是的，我们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主，赞美你，耶稣，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只是的，虽然我们的前方的道路有时候看不太到，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主给我们的应许，主，但让我们能够透过这首诗歌，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能够抓住你的旨意。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凭着信心来领取，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们唱仰脸，仰脸
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能够像歌词中所说的，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我们愿意相信主的应许，主给我们的旨意是世界都不能夺去的吗？这时候想邀请大家，真的是想想生活当中的困难，想想当中我们过不去的地方，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可以去跨越，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是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主但是因着你，我们都能刚强。主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试炼，我们都让我们去看见主，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更多的来依靠你。主，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这个周末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是来听声讲道，我们更是将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所以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我凭着信心凭着主的恩典永不止息。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对主来说，主愿意等候你的恩典。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主，我等候，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看见美好应许成就。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主，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什么，但是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有智慧去前进。主，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相信，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给我们的应许都会成就。让我们有等候的耐心，让我们能够有相信你的那样的心意。我们祷告不足的，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在这个会堂里面一起敬拜荣耀神的名。今天我们要读的信息是经文是雅各书2章14到26节，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第356页。雅各书2章14到2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56页。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却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处呢？那信心能救他吗？你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没得穿、没得吃，你们却对他说平安、平安，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不供给他们所需要的，那有什么用呢？同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但是有人要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要回答，你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那很好，邪灵也这样相信，而且非常怕他。愚蠢的人啊，你们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无用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怎样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呢？是由于他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这一行为。可见他的信心跟行为相辅并行，信心是借着行为而到达完全的。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这话实现了，他称为上帝的朋友。所以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借着行为，不仅仅是借着信心。妓女喇合的情形也是一样，她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由于行为。她接待犹太人的使者，又帮助他们从另一条路逃走。所以，正如身体没有信息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话并照样去做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传讲讯息的是台湾神学院院长蔡慈伦牧师。他今天所要为我们传讲的主题是脱离虚假，活出真实的生命。脱离虚假，活出真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主内敬爱的彭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神学院就是培育未来教会传道人的地方。双联教会这么多的牧师，就是从神学院毕业的。我今天代表全台湾神学院的全体师生来到双联教会，要向你们说声感谢。特别在这么多年来，双联教会跟台湾神学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神学院还没有搬到阳明山岭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附近来这里办学校。搬到岭头之后，我们跟神学院、跟地方教会，特别是跟双联教会的关系，还是依然非常的密切。过去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们对神学院的支持、代祷跟奉献。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意爱的是希望用上帝的话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好不好？我们一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再来做一次的祷告。主，谢谢你在万人的当中拣选我们成为蒙恩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之下，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在这主日奉你的名聚集，因为主，我们知道在你有真理、道路、生命，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时候，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期待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主，我们深信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在我们走迷失黑暗的当中，因着你的话指引我们，能够走向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这时候，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传讲的以及聆听的每一位，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让你的话如同种子，能够撒在我们心里好土上，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几年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新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网络的平台，它是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卖东西，在美国叫做 eBay。 在台湾听说比较像的是什么？虾皮。你可以在那里买东西也可以卖东西。
那请问你有在像这样的网络平台买东西、卖东西的人举一下手。哇，很多放下。几年前我一直在找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已经不再出产了。所以呢，当我在网络 Google 搜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卖家，他有，我非常的高兴，以为自己挖到宝。我从他网络上所 PO 出来的照片，我一看状况都不错，我就马上下订单。几天后，我一直在等这个包裹。包裹到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包裹来看，结果啊，当我一打开，发现完全都不像卖家在网络上说的，产品不仅是用过了，不像他说全新，而且这个产品有许多的瑕疵啊。不过你从网络上的照片完全都看不到这些的瑕疵跟问题。就像英语有一句话说，魔鬼都是藏在细节中。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如果你和我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可以想象，那通常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可以跟你保证，从那次之后，我就不敢在eBay再买东西。但是也在这样的事件当中，让我在想，如果基督徒是一个品牌的话，那各位，你想基督徒今天在台湾经得起别人对我们的检验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每样东西都可以用科技来加以美化，导致有时候我们实在很难相信，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比说我们在座很喜欢玩手机自拍，我自己也很喜欢。拍照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美一点、白一点，我们会用什么？美肤功能。我们不只很会美化事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越来越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样貌呈现在别人的面前。我们在座当中，好多人你是玩 IG， 你是玩 FB 长大的。我们可能会在脸书、在 IG 上跟别人展现说我们自己生活很美好的一面，好比说你美食、美物、美景、幸福的男女、美满的家庭、美满的生活。就算你那一天你过得很糟糕，但是你还是会上网络去 PO 这些照片吧。因为整个社会大家都是公开把自己最好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在这种无形当中，开始产生一种互相比较的心理。你看到你的同学去这家餐厅打卡 ，po 在 IG、po 在 FB 上，你马上心里就会痒痒的，不去打卡不行，赶快找个时间去打卡 ，po 一张照片说我也有去打卡。在这样的一个互相比较的文化当中，但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是比不完的。这也让我想起好几年前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流行所谓的山寨版文化。什么叫做山寨版文化？我想山寨版文化会在台湾社会这么流行、这么盛行，我想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要撑出一个场面，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瞧不起我。就像台湾话说，输人不输丁啊，输丁拍看面。我做不到，我还是要硬撑一个场面，为的是我们很怕别人看不起我这个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到一个程度，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现代人活得好辛苦，也活得好痛苦啊！长期活在这种美化事物、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整个社会价值文化当中，事实上，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没有例外，
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好比说，周一到周六，我们可能在家里、在职场、在学校，我们可能是一个样子，甚至可能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的把这一个基督徒的外衣穿起来。也因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信仰，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甚至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刚刚在思慧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他怎么说？他说，若是有弟兄或姐妹没有衣服穿，有缺少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的穿的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用呢？虚伪的信仰。雅各书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整个生命的真面目完全的照出来啊！虚伪的信仰，这种做表面、光说不练的信仰，这就是雅各书这本书在新约圣经当中，他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雅各书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一群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怎么脱离虚伪的信仰，活出更真实的生命呢？今天早上，恳求上帝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一起能够从雅各书这本书当中能够得到一些的启发。在刚刚思慧所读的这段经文第1节，他这么说，他说，弟兄姐妹，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雅各书的作者他并不是说若有人有信心，不是的哈，这是耶稣每一次要在行神迹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说若有人有信心。但是雅各书不是这么说，他是怎么说？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这是很不一样的。换句话说，雅各书的作者透过这样的表达，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人对自己过度的自信与骄傲，也表达出人对自己的无知啊，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有，但是实际上很可能我们没有。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角度仔细来看今天的教会，有时在教会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的失序、冲突、混乱，往往不就是因为我们人对自己过度的自信与骄傲所引起的，不是吗？这样的事情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带领一间台湾人教会退休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对这间教会印象非常深刻。在座你如果有到北美，你就知道现在在北美的台湾人教会几乎跟台湾的长老教会大部分都差不多，双年是很特例啊。信徒老化，年轻人流失，而且人数都不多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间的台湾人教会每个礼拜聚会人数还是能高达150人以上。不但如此，信徒热心传福音，特别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想要向那些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或是移民的中国人传福音，特别是期待这些留学生得到福音之后，回到他们的大陆，能够把福音带到那未得之地呀。我没有想到，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当我第2次去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吓一跳，教会已经是分裂的状态。我一问才知道，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在过去这1年多来，他们要聘牧，
但是在聘牧的过程当中会有意见不合，有的说要聘年长一点，有的说要聘年轻一点，结果最后牧师不但没有聘成，一些会友受伤离开，而那些留下来的会友状况也不好，彼此之间有很大的裂痕啊。特别是当我看到当年一起开拓这间台湾人教会的长老，那些教会的元老，在教会整个事件过后，大家几乎变成仇人一样，来到教会见了面是不打招呼不说话的。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教会能够从高峰跌到低谷是这么快，让我非常震惊，也非常的不舍。教会对我的邀请是早在1年前就敲定好的，我要去之前完全不知道教会发生的情况。你们就可以想象，在那3天2夜的退休会当中，对我一个外来的讲员是很困难的。双方的人都找机会要向牧师诉苦，双方的人都期待牧师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评评理，双方的人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都认为自己这样做是爱教会啊。但问题是，整个教会就是充满了好多的苦毒、批评、论断跟争执。我的弟兄姐妹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虚伪的信仰，光说不练，表里不一的信仰，可以说是今天教会当中我们必须很认真去面对的一个问题。特别在座，如果你是在教会担任职分、参与事工的，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种试探啊。Timothy Keller 牧师，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是现今在美国纽约一间非常复兴的长老会，叫做救赎主教会的主任牧师。他针对这一点，他有一个很深刻精辟的分析。他怎么说？他说，教会事工让人倾向虚伪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教会事工让人倾向虚伪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为什么？如果你是在教会当中担任职分、担任事工的领袖，这好比说你是传道人，你是长职，你是小组长，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是团契辅导，你是敬拜团的同工等等，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有好多的机会要站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来见证说，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奇妙啊！但问题是，通常我们的心不会永远处在最好的状态。你上台的时候，你能够很真诚的说出这样的话，对吧？于是我们有2个选择，要不我们就更加的省察我们的内心，省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不就是怎么样，在时间的历程当中，我们渐渐的学会假装一个样子，变得表里不一。我举例来讲，如果你是敬拜团的团员，你在主日要上台带敬拜，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在整个周间的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自己敬拜、祷告、读经的生活。但是因为主日要带敬拜，在主日早上要上台之前，我们赶快的把敬拜这个外衣穿起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举双手大声的喊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敬拜上主的喜乐啊？特别在今天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们看重的是什么？人们看重的是数字、果效、结果、个人魅力呀。事实上，这也开始影响到教会的生活。你有没有发现，教会今天看重的是什么？
看重的是数字、技巧、个人魅力。我们比较不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比较不看重一个人他的品格、他的信仰的深度、他信仰的反思能力呀。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在教会，你看他很热心的在服侍，很热心的在做事工，但是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在信仰上，他在道德上常常容易跌倒的原因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想要用很多外在的事工来遮掩我们内在所缺乏的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可能会用很多外在人们看得到的恩赐来取代我们内在没有的恩慈啊。也因为这样，凯勒牧师最后下一个很重的结论啊。他怎么说？他说，教会事工会放大一个人的属灵性格，不是让一个人变成更好的基督徒，就是变成更糟的基督徒，绝不会让人保持原貌啊。说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很想问，那我怎么脱离虚伪的信仰，活出更真实的生命呢？我们常说基督徒的生命包含两个面向，一个是我们跟上帝垂直的面向，一个是我们跟世界、跟他人、跟邻舍水平的面向。各位，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验的方法论哦。特别是当我们在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好比说，你最近常常发脾气，动不动就跟你家人、跟你的同事发脾气，你可能不是一直停留在说啊，我怎么样去上几个人际关系的课就可以解决，不是，可能要回来问说，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啊？那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开始在服事上，在教会当中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虚伪的时候、虚假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跟上帝到底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今天要把焦点放在第19节，他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啊。第5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对这一节的注解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怎么说？他说，那些相信上帝却不怕上帝的人，比魔鬼还糟啊。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哦。魔鬼也信，惊到皮皮唰，这是台语哦，好传神哦。他说，魔鬼嘛信，对上帝惊到皮皮唰。我们这群人信，一点都不怕上帝，我们比魔鬼还糟。当我在研读雅各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字，在第1章的时候，雅各书的作者一直在讨论什么是虔诚。你知道虔诚是所有的宗教很喜欢讨论的字，包括基督宗教，包括教会。你可能也会这样说，哇，这个人好虔诚。请问，当你讲这个人好虔诚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雅各书在第1章26、27节的时候，他在讨论什么是虔诚，他用了一个字，英文叫做 religious。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其实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对神明带有惧怕、带有敬畏的意思。换句话说，什么是真实的虔诚？什么是真实的宗教？真实的虔诚、真实的宗教都包含对这个神明又敬又怕啦。那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信仰变得很虚伪，当我们的信仰变得很假神，没有真实的时候，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不怕上帝的呢？你如果去读整本圣经，有一个词是整本圣经贯穿从旧约到新约，你如果去 Google 它，你会好讶异，总共出现将近200次，可见这是整本圣经，也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敬畏上帝啊，敬畏上帝。今天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谈到跟上帝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比较多谈什么？要爱上帝，但是我们比较少谈什么？要敬畏上帝。那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初代教会，特别在使徒行传，我发现初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敬畏上帝。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上帝是初代教会能够复兴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徒行传第9章31节，他这样说：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一直增加。初代教会复兴的秘诀是什么？不是哪一套教会复兴方法课程的问题，而是凡事敬畏主。这个英文是说 walking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一直走在敬畏主的道路上，不偏左右的。这个是初代教会复兴增长的一个秘诀啊！不但如此，你如果去读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他在讨论一个事，他说，人通往败坏的道路常常从哪里开始？常常是从人开始不怕上帝开始哦。你开始走向败坏的道路是从不怕上帝开始。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18节怎么说？他说，他们眼中不怕神。我记得不久前有一次，我跟几个教会同工在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谈到教会机构发生的问题跟事件。突然间，有一位同工就脱口而出，很大声说：“某某人那一点嘛都不怕上帝，某某人怎么一点都不怕上帝？”各位，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说到人不怕上帝，我们往往想到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不是的。当初先知拿单要去跟大卫王说的话，今天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我自己就是那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改革中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被上帝拯救呼召的人，他这里指的不是只有指传道人。各位，你知道教会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指什么吗？教会指的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这个叫教会。我们是一群已经被上帝从世界造出来，聚在这里要过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跟生活的人，这个叫教会啊。教会不是指这个 building， 不是指这个教堂。有一天双年教会可以不用有大间的礼拜堂，但是依然可以有教会，因为教会指的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加尔文说，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人，他身上会有2种特质，他会敬畏上帝，他会爱教会。他会敬畏上帝，他会爱教会。今天敬畏上帝的传道人在哪里呀？今天敬畏上帝的长职在哪里？今天敬畏上帝的敬拜团在哪里？今天敬畏上帝的小组长在哪里？今天敬畏上帝的主日学老师在哪里？今天敬畏上帝的双联教会的信徒在哪里？今天敬畏上帝的台湾长老教会的信徒又在哪里呢？
今天教会的复兴跟更新，必须从敬畏上帝开始，而这样的一个敬畏，要从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始。那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要从哪里来？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要从认识上帝而来。这样的认识不能只认识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跟恩典跟同在都没有错，但这只有上帝的面向的一面而已，不够。我们同时要认识到上帝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全能啊！就像加尔文在写他的基督教要义，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加尔文怎么写？写到神学著作，写到最后，加尔文他说，在如此伟大威严的上帝面前，谁不会扑倒敬拜啊？在他的奥秘的荣光当中，谁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啊？加尔文认识到上帝站立在他面前，他的威严，他的荣光，他的奥秘，让加尔文打从心里生出敬畏之情。他能做的是什么？只有俯伏谦卑在这位上帝面前趴拜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谈爱上帝，却很少谈要敬畏上帝的时候，这是不是也凸显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是不够完整、不够正确的呢？当然，我们对上帝敬畏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理性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爱跟敬畏都是一种情感？在座你谈恋爱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爱的感情会在你的里面开始主导着你的行为跟你的生活。我们在座好多为人为父母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绝对不会只是理性上的知道，而是这个爱到一个程度，会让父母愿意为你倒汤蹈火，也都愿意啊。如果一个赴汤蹈火，一个母亲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得绝症的时候，母亲甚至会这么说：如果可以，我愿意代替我的儿子去死。那是一种的爱，爱在你的里面是一种宗教情感，它会开始影响你的行为，它会改变你的生命跟生活。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是如此。如果爱上帝、敬畏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产生一种改变我们生命跟行为的力量。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面对最大的挑战跟问题是什么？很有可能我们常常做礼拜，我们听讲道，我们参加团契，我们上各种信仰的课程，但是很有可能我们还是跟非基督徒一样的思想跟价值观，很有可能我们还是跟非基督徒一样的生活跟行为，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啊。这个就是雅各书他在关注的。他说，如果有人说他有信，他爱上帝、敬畏上帝，怎么可能没有行为？那以至于没有行为的时候，他说你要回过来问啊，我真的信上帝吗？我真的爱上帝吗？我真的敬畏上帝吗？这种信心跟行为之间的落差，信仰跟生活之间的落差，其实就是雅各书他很关注的一个主题。他问教会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一个教会活跟死，不是看这间教会办多少活动，有做多少事工，不是的。雅各书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很有可能你做了好多事工，你办了好多活动，在他看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为很重要，所以他又说一次，他说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如果说魔鬼也信，而且战惊的话，各位，什么是让我们跟魔鬼不同？行动啊！因为魔鬼信上帝，也怕上帝，但是魔鬼没有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能够跟魔鬼不一样，就是让上帝的爱跟敬畏在我们的里头成为一股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愿意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同时我们也要远离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恶事啊！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位台湾人教会，在退休会的最后一天是主日礼拜。我在主日礼拜的当中，用周末的角度与弟兄姐妹分享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坦然见主？你是否可以向他交账呢？2020年死好多人，而且死亡不是只有老人的权利，老少都有。我们甚至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确保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会被接回天家，包括我自己。那当我们被接回天家的那一天，我们是否可以坦然见主，与主交账呢？礼拜结束，按照惯例，这间教会他会请弟兄姐妹自由分享他在退休会的感想。有个姐妹第一个举手，好快。这个姐妹其实是这一次在教会分裂的事件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她从她的座位站起来，走到台前，拿起了麦克风，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坐在下面，坦白讲有点紧张，不知道她要讲什么。结果她用一种非常小声，甚至带有一点害羞认错的语气，对在场100多位的会友这么说，她说：我为着我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教会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我要向你们道歉。说完就开始啼哭，台下好多弟兄姐妹听了也开始红了眼眶。我最后请所有的弟兄姐妹站起来，一起行平安礼。这是我在礼拜当中见过平安礼行最久的一次啊！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拥抱、痛哭，彼此的认罪。当我站在那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的心也大受激励呀。那个激励是什么？我们人的坏，我们人的罪，并不会影响上帝对他教会的心意啊。就像雅各书第1章18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雅各书说，教会是上帝按着他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出来的，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初熟的果子。好多弟兄姐妹读到这一节，不知道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说是最好最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怎么来的？雅各说，教会是上帝用真理的道生的。真理的道英文叫 Word of Truth。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体质是好的，教会的 DNA 是好的。有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生命很不满意，你觉得我这样的生命这么糟，你甚至怀疑说，上帝爱我吗？不要忘了，教会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已经被重新生出来。上帝用什么生？真理的道。只要上教会有上帝的话，只要教会愿意遵行上帝的话，只要教会继续有真理，教会愿意信徒活出真实，不要虚假，这间教会就有重生的可能啊！今天撒旦最大的计谋是什么？
撒旦最大的计谋就是让基督徒都变得很假神、虚伪。所谓的虚伪，就是没有照上帝的话去行。今天撒旦最大的计谋就是让教会充满谎言，充满虚伪，充满虚假，让教会没有真理，让教会不再像教会，教会几乎跟外面的人都一样，撒旦就赢了。而我们看见任何时刻，只要一个信仰群体当中有人，哪怕只要一人就好。我刚才讲的那个教会只有一位姐妹，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哦。一位60多岁的姐妹可以在众人面前承认认错，如果这不是圣灵跟上帝的话让她有这样的勇气，我们都很爱面子的。你会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人不能的，在上帝的话语真理当中，你会得到自由，你有可能。任何的信仰群体，只要有人，哪怕只要一人，因为他听到上帝的话，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看到自己的骄傲，看到自己的虚伪，看到自己的错误，愿意马上回转，转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这种真实的生命力所带出来的感染力是很吓人。这就像什么？就像耶稣的比喻说，好像一个面团只要一点点的酵母，一点点就好，不用多，就会让整个面团发起来。它又好像什么？它就好像旧约的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苏啊！原本教会看起来已经好像死了一样，没有生气，彼此争吵怨怼，突然间好像以西结书说，枯骨再次复活，教会重新恢复了活力跟生命力。而当我站在那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坦白告诉你，我起鸡皮疙瘩。我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是超越人的恶，人的罪。当人开始敬畏上帝，回转跪向神的时候，上帝的工作是无限的宽广，教会开始复兴，教会开始增长。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不禁地会打从心里对上帝献出感谢跟赞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2020是一个非常苦难黑暗的时代。你是否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全世界死伤的人持续的爬升？你可能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们在台湾安逸许多。你每天打开电视，全世界死伤的人不断爬升的时候，在这样的苦难黑暗的时代，我深深的相信，上帝要让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不能在那里沉睡，不能在那里生病啊！上帝今天要重新恢复教会应该有的体质，因为我们教会是真理的道生出来的。教会，上帝今天要重新恢复教会应该有的生命力，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最黑暗苦难的时代，教会能够勇敢为基督做见证。我今天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双联，我很感动。今天牧师想要勉励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就像你们刚刚在带诗歌的当中，你不要害怕前面道路彷徨，你要紧紧抓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唯一抓住的是什么？对，年轻的时候，趁年轻的时候，培养你们对上帝的敬畏，珍惜听他的话，立定心志活出上帝的话，让你的生命。我知道好多的年轻人，我们过去这一周短短5天之内，3个台大的学生自杀轻生，看到许多的年轻人生命找不到方向，已经读到最高学府，但是他人生是彷徨的。我们期待教会的这群年轻人，你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在你们的学校，在你们同学当中，让他们看出一个被上帝拯救呼召的人，你们生命不同的样式，也透过你们的生命
把福音传给今天好多在台湾的年轻人，生命彷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愿意重新恢复上帝当初拯救你、拯救我，要我们活出真实的样貌，脱离虚假，活出真实的生命。今天早上好不好？我们勇敢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在上帝的面前不用伪装啊！上帝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知道谁是真诚的人，谁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上帝要怜悯敬畏他的人，上帝也要赐信心给不足的人。我们的恶不会影响或减少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诗人怎么说？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怜悯胜过审判，这是上帝要给你给我的福音。今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这样的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并去行的人。阿们。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接续用短短的时间来做一个报告。我带来了一个影片，这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同工先来帮我放这个影片？谢谢。大家平安，我是蔡珠伦牧师。首先，我要代表台湾神学院全体的师生，向咱表达上深的感恩。感谢正兄姐伫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台湾神学院的支持、带导甲奉献。2020年实在是一个真艰难的一年，疫情带来全世界侪侪人的死失，互世界无搁相款。对神学院来讲，我也面对侪侪新的挑战。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台神的学生主动发起台神献血的行动，主动提供弱小的教会帮助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在4月到6月中间，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为了台湾和世界平安、教会复兴来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在线上里，就是像在点灯一般。我们要成为这个财神，成为世界，成为众教会的祝福。今年的双年讲座，甲马偕讲座，好好做一项突破性的决定，就是现场参与甲线上直播两种方式。感谢主，因为安尼参加讲座的总人数比以前增加侪侪，由海外学员来参加。阮伫10月底举办新学生活体验营，邀请有志献身的青年来到新学院体验新学生的生活。感谢主，有60几位报名参加。伫这个营会，因会当明白上帝对因的呼召，也毋望因会当成做上帝国所动用的工人。目前台神有提供半款的学位，有道学硕士、灵性咨商硕士、教会音乐硕士、神学硕士甲博士，以及教牧博士，互无共款温水遐的姊妹，拢会当来回应上帝的呼召。4年前，台湾新学院通过教育部的立案，互新学教育会当更加开阔来发展。总是当时阵，
我也面对着校舍老阁旧以及设备需要换新的挑战。感谢上帝带领，期待久久的男生宿舍整修，伫7月已经开工。虽阮经费也未完全到位，只是阮相信重建以后的男生宿舍，会当予学生伫更较好的环境中来学习甲成长。值得感恩的是，台神有宝贵的历史甲信仰的传承。今年的毕业典礼，伫马街博士的故乡苏格兰风笛的音乐中，搁一届提醒咱来学习宣教师因自愿甲放弃家己的精神，这也是咱台湾新南院所继承的精神。今年暑假，台神老师去到新竹尖石乡的大叶部落，这也是台神前院长孙雅国牧师甲孙林的牧师娘捌也传录音的所在。听伊讲起48年前，大叶教会经历圣神更新的故事，这是一段台神老师的寻根之旅。搁一届感受当年宣教师传录音的热情，这也是一段属灵的旅程。愿恳求上帝继续带领台神军队先辈的脚力，传扬基督福音。这几年来，台湾神学院所行的每一个脚步，拢有上帝恩典的油得地。在疫情的中间，伫立案了后的台湾神学院，拄徛伫一个要定心出发关键的时期。在这个艰难佮重要的时刻，关键需要种下这出钱出力，帮助阮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继续培养优秀的上帝国工人。在今天你们的周报当中有一个奉献袋，我想你可以带回去。如果你今天没有预备，用祷告的心，台神我们的神学院，特别在今天面对台湾的基督徒只有6%，我们要做的工实在很多，收的庄稼实在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我们期待上帝也能够唤起在双年教会当中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愿意奉献你们的生命，一生被神所用，出钱出力，让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苦难的时代，一同与神参与在上帝国的建造。最后再次的祝福双年教会在牧者团队的带领之下，双年教会要成为长老教会当中信仰教会的一个领头羊，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代继续向前。愿上帝祝福各位，谢谢。谢谢参牧师带来的分享。现在我们来奉献，奉献是我们摆放我们微薄的金钱为上帝所用。在奉献之前，我仅代表双年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刚刚在门口没有填写留名卡，也欢迎你把留名卡交给我们收奉献的执事或同工，让我们等一下可以欢迎你，介绍你。现在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爱神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你是那一再施怜悯恩惠，使我们得以回转向你的父。主啊，真的是求你摆放你的柔和谦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使我们都能够清楚看见，主啊，真的是你的旨意。主啊，真的是使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服下我们的心，就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来，真的是更多将你的心意摆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更放下自己，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在今天早晨，我们奉上我们微薄的金钱，为你圣工所用，愿你悦纳保守看过我们的奉献，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来关心教会的圣工，翻开到周报第4页。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台神奉献主日，欢迎台湾神学院蔡慈伦牧师代表于本会第1场、第2场、第3场礼拜中正道请安及报告。愿上帝赐福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事工，并赐福全体教职员工及所有学生的服事与身心灵的健康。接下来我们看第3点的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陈浩明弟兄与蓝雅慧姐妹、蓝德崇、严珠令长老夫妇之女，定于11月28号，也就是下周六上午10点，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及他们全家。现在要请彭牧师来介绍及关心。之后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参加我们主日礼拜的来宾。其实这名字我看不太清楚哦，李嘉玲吗？还是在这边吗？好，然后我们挥手欢迎他。等一下礼拜结束后，欢迎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来介绍教会。好，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祝福的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我们跟旁边的打个招呼，我们赶快离开我们的会场，让第3场的弟兄姐妹可以进来，请我们尽量走前面2个。